跟随耶稣的门徒，看到死角一直去模糊，复活显现成就预言，喜樂的傳教救靈魂。耶穌就從嗰個地方起身，向提洛同埋漆冬嘅境內去咗啦。佢進入咗一家裏面，佢唔願意任何人知道，但係唔能夠隱藏。喺嗰個時候就有一個婦人，佢嘅女附咗邪魔，佢一聽聞耶穌就嚟跪伏喺佢嘅腳前。呢個婦人係個外邦人，佢生於敘利腓尼基，佢懇求耶穌將魔鬼從佢嘅女身上趕出去。呢個客納罕婦人就喺嗰度出嚟喊叫咁話：主啊，達味之子，可憐我啦！我個女被魔鬼纏繞得好苦啊！耶穌卻一句話都唔回答佢。佢嘅門徒就上前求佢咁話：打發佢走啦，因為佢喺我哋後邊不停咁喊叫。耶穌就回答咁話啦：我被派遣，只係為咗以色列家失迷嘅羊。嗰個婦人反而前嚟跪拜佢咁話：主啊，援助我啦！耶穌又回答佢咁話：攞兒女嘅餅掟俾小狗係唔啱嘅。但係佢就咁樣講啦：係啊，主啊，但係小狗都可以食主人台上邊跌落嚟嘅碎屑噶。耶穌就回答佢咁話：啊，婦人，你嘅信德真大，就如你所願望嘅，為你成就啦。就從嗰陣時刻起，佢個女就痊癒咗啦。耶穌又從提洛境內出嚟，經過漆冬，向住加里肋亞海，到咗十城區中心嘅地帶。有人為佢帶嚟咗一個又聾又啞嘅人，求佢為佢覆手。耶穌就帶佢離開咗群眾，嚟到一邊，將手指放入佢嘅耳裏面，並且用口水抹佢嘅舌頭，然後望天嘆氣，向佢咁話：厄法達，就係話開了吧。佢嘅耳朵立時開咗啦，舌結亦都解開咗啦，說話亦都清楚啦。耶穌就吩咐佢哋唔可以話俾任何人聽，但係越係囑咐佢哋，佢哋就越發宣傳。人都不勝驚奇咁話，佢所做嘅一切都好啊！使聾嘅人聽見，叫啞巴講話。憐憫弱小，履行真理，為主犧牲，甘心樂意。聖經注釋：耶穌降生本係為救贖普世，但係奉命傳佈福音，就唔係先俾外邦人，而係要先俾天主嘅選民。耶穌向聾啞人所做嘅動作，本身就係冇治療嘅能力，只係感發信德嘅象徵行為，係一種外在嘅記號，表示內在嘅效驗。現今喺付洗嘅時候，以唾沫抹耳嘅儀式，表示給予神魂聾啞嘅人，開啟佢神魂嘅官能，為聽受信德嘅訓誨。耶穌教導我們要信從依靠天主，愛主愛人寬恕仇人，憐憫弱小履行真理。